喺中山啊，我第一次見把咁大嘅健身房建喺項目入邊嘅。今日咧就帶大家去睇一下。呢個項目咧嘅業態咧係非常之豐富嘅，配套都非常之齊全嘅。呢度咧係一個下層式嘅一個會所，比如呢一度啦，平時游完水、健完身啊，包括啱落班落嚟啊，可以喺呢度坐一下飲杯咖啡，都非常之愜意嘅。咁而家咧就嚟到一個下層式嘅園林啦，呢個園林咧非常之靚嘅，而且咧配建埋3個泳池。一個項目咧有3個泳池咧，其實係非常之少見嘅，喺中山咧都係獨一份嘅。咁呢眼前呢一度咧就係一個兒童嘅泳池啦，包括行過嚟呢一邊咧就係恆溫泳池嘅。咁啊室外咧有室外嘅泳池，有3個泳池咧係可以滿足到細路仔啦、年輕人啦、老人啦，全年齡段嘅所有嘅運動需求、游泳需求。而家咧就上到我哋嘅1樓嘅位置啦。呢個1樓嘅位置咧可以睇到呢啲園林非常之靚仔嘅，做得有陽光照射落嚟咧，到處都係綠油油嘅一片啊，非常之靚仔嘅。咁樓下咧呢個挑高咧都係做到目測嘅話都有700米嘅啦，非常之高檔嘅，以一個豪宅嘅標準咧去做翻一個入門嘅一個大堂嘅，非常之靚仔。咁路上咧都係有呢一個慢跑道啦，平時啦食完飯散步係嘛，就喺小區入邊咧就可以解決啦，唔需要去到出邊嘅。而且而家交8800蚊就可以享受10萬蚊嘅一個全屋軟裝大禮包嘅清單，包含咗所有嘅軟裝噶啦，就係等於咩咧？拎包入住就 OK 噶啦。OK 啦，咁我哋而家咧就上到嚟20樓嘅一個樣板間睇下呢邊嘅風景啦。如果咧話對呢個會所包括園林嘅要求咧比較高嘅一個朋友咧，就可以睇下呢個樓盤啦。20樓咧望落去咧可以睇到啦，呢一邊咧就係呢個項目斥巨資去打造嘅一個園林同埋會所。因為咧老細咧都係住喺呢一度嘅，呢個集團老細，所以咧佢打造嘅會所咧係非常之靚嘅。頭先都睇到嘅瑜伽室、健身房，包括慢跑道等等嘅嘢咧，全部都有晒噶啦。咁遠處咧又可以睇到嘅山景，都係喺你眼前。咁呢度嘅配套同埋交通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出則繁華，入則寧靜嘅。呢一度咧去到中山最大嘅商業綜合體叫做富逸城同埋星河 Coco City 咧，都係幾分鐘嘅一個車程嘅啫。而且咧呢一度隔離就係中山站嘅 TOD 同埋地鐵站廣州嘅爛沿線嚟到呢一度咧，距離地鐵站咧都係非常之近嘅一個距離嘅。好啦，咁睇翻呢一個117方嘅戶型啦。首先呢一入門咧設計翻嘅係雙開門嘅一個設計，豪宅嘅一個標配啊。呢一個117方咧係橫廳嘅設計唔係豎廳設計。橫廳嘅設計咧會睇到餐廳、客廳咧個空間感咧係更加嘅闊落嘅，非常之舒服。而且咧呢一度行出嚟陽台咧會睇到6.8米嘅一個闊落嘅一個陽台咧，景觀非常之靚嘅，放洗衣機放乜嘢都好啦。到時候仲可以打通埋，係嘛？直接並埋過去採光，空間更加大，更加舒服咁呢個廚房咧 L 字型嘅一個廚房啦，做到呢一度咧都預留咗一個雙開門嘅冰箱位嘅中規中矩啦呢個廚房但係夠用嘅。咁好多嘅橫廳設計咧，其實好大嘅一個弊端咧就係門咧係喺呢一邊嘅，但係呢一個設計咧唔係，門咧全部嘅房門係做晒喺呢一邊嘅，做咗一個動靜嘅分區私密性會更加高，而且唔會嘈咁睇翻第一間客房啦，呢一間客房咧就大概目測咧有12到15個方左右嘅都比較闊落嘅。第二個咧客房咧大概都係差唔多係呢個方數啦，
做得都係比較闊落，但係景觀咧呢個係會更加靚啲嘅，完全冇遮擋，睇到遠處嘅山景同埋其他嘅一個樓盤啦，但係咧視野咧係冇任何遮擋嘅。呢個主套咧非常之舒服噶啦，放張1.8米嘅大床咧都完全冇問題嘅，而且咧預留埋一個飄窗嘅位置，到時候咧可以做一個軟墊上去，平時飲下茶喺呢度都冇問題嘅。咁呢一度咧可以做翻咩咧？兩邊做翻一個梳妝台又好啦，衣帽間又好啦，都係預留咗呢個位置嘅，非常之舒服。咁呢個套間入邊嘅廁所咧都係做咗乾濕分離嘅。做埋明窗嘅，非常之舒服噶啦。咁如果對呢一個項目咧感興趣嘅，中意嗰個朋友咧，即刻聯繫我，我帶你去睇樓。